灵不灵，好漂亮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回到了我们的外婆家，这里是一个在中越边境上的一个边陲小镇，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聚居。这里的边境的这个集市非常的热闹。今天带你们赶一次边境的集市。以前的苗族姑娘呢去赶集一定要穿得美美的。今天我找了一个传统款的这个苗装，这个西部的苗族苗装穿上，我们再去赶集。有没有包？你的钱不会被偷了。好漂亮啊，不灵不灵的，还是银饰的，这个很接近那个泰国的款式，还有老挝的苗族。那我今天来尝试一下。哎，你见过这个东西吗？长得好像一只小鸟啊！你们那边这个叫什么？这个可以吃嘎？那炒菜可以吃。炒菜叫那名字呢？养活。养活，这就是我们的云南18怪之一酸角，长在树上的这个酸角，吃起来酸酸甜甜。你有没有吃过酸角糕？哇，一个板砖拍过来，你们猜这个是什么？听我们的阿姐说，这个叫十里香，里面包的我以为是粽子，结果她说是臭豆丝，就回去拿辣椒还有油炸了吃，做那个我们的香料。我们的苗家人啊，还有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啊，喜欢吃辣，所以豆丝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剂。你们尝过吗？看这边的蜂蜜，它都是原巢蜜啊，买到的都是原生态的，这个做不了假，终于可以吃到真正的原巢蜂蜜了。哎呀，我搞来啦，自己挖来啦，自己挖嘞，搞这挖呀？对啊。哎呀，嘉韩庆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地方，有非常多的苗族人口，所以我看那个摆摊的地方，好多家都是这种卖苗装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这个好漂亮啊，白色款，这种是有一点点改良的了。现在呢，它结合了一点点现代款式，做了一些设计和改良。那这种是属于比较日常一点的装扮，盛装的话就会缀满这种珠珠。现在还没有到过年的时候，一般在过年的时候，街上摆的都是非常精美的盛装。现在日常装卖的非常多。老板娘，这个是手工绣那个？手工绣一个，这个是多少钱呢？像那种2条是300多。你们猜这个长长的三角形的带子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苗族女孩子的裹脚。因为以前苗族女孩子要经常上山干活种地，然后会有蛇虫咬伤，还有荆棘会刮伤我们的脚，所以呢，裹脚对于我们苗族女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服饰的一个叫防蛇利器，它是倒挂着往上，而且这个裹脚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要从下往上，然后呢这个是活人的裹法，假设说家里有老人去世了的话，就是反方向裹，这个是有讲究的。如果说以后你们有机会穿我们西部的苗族服装要穿裹脚的话，一定也要注意这个裹脚的绑法。不灵不灵，好漂亮啊！这个就很有年代感了。我们妈妈那一辈的那些苗族做衣服，就是用这种彩色的珠珠，看，它是把它缝在我们的衣服的袖口上，还有帽檐上，然后就有这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了，漂亮吗？每每看到这样的苗族刺绣图案，我都仿佛看到了一部无字天书。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以前呢，苗族的古苗文在迁徙的过程途中，在战争的途中被迫遗失了，所以呢，我们苗族妇女就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藏进了刺绣里，穿在了身上。所以呢，这些上面的其实都是隐藏的非常深奥的苗族的这个文化的印记。你读得懂它们吗？这个是在我们东、中、西3大方言中都会有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叫八窝回纹。八窝回纹呢，在我们的那个西部苗族中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表示吉祥如意啊，也有表示说是蚩尤木的一个守护神。这个呢，我们的苗族妇女把它改良做成了一个小包包。这个小包包价格也就30多块钱，你觉得这个价格贵吗？过来，广西荔枝在你们那里卖多少钱一斤？我们这边4块钱，吃到饱。干一碗米线，加着这个薄荷才是正宗这个味儿。这里
里就是我们苗族的山泉井水，它一共分成1口、2口、3口。第1口是饮用泉，然后呢，第2口呢是洗菜的，第3口就是洗衣服的。他们这种井水的这个分配的智慧还是蛮大的。好了，今天的赶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愿你到老也能有人像他们一样牵着你的手满载而归。